以色列哈马斯战超过5个月，加沙欠水欠粮，即马是连国际医师嘛拢看袂落去，讲爱马上停火。联合国2004年世界幸福报告，芬兰连续7年摕冠军，咱台湾排31名，赢日本、南韩、还有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先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已经战超过5个月啊！加沙欠水欠粮，囡仔人无通食3-8，即马是连国际医师嘛拢看袂落去，出面开记者会，讲爱马上停火。查甫囡仔倒伫病床面顶，剩下规身躯只剩骨头，表情有时阵阁真痛苦。以下冲突互加沙民众出现粮食严重无够的危机。6月战特因为刑砍有人正枪为禁，要摄取上侪营养，用药不控制病情才当生存。严过暂时因为粮食甲医疗物资严重无够，互伊为30公斤剩甲剩12公斤。2个月前开始病情恶化，已经无法度行路。像伊这款营养不良、剩下剩骨头的儿童，伫加沙世界拢是。المجاعات اللي انتم ترونها تؤثر على الاطفال، على كبار السن، على المراه الحامل، على المراه المرضعه. طبعا الاطفال بالاعمار الاقل من 12 سنه يعانون من مشاكل جمه بسبب قله الجفاف الشديد الذي يؤدي الى سوء قله المناعه. 加沙卫生部门统计，最近几礼拜死亡的27名儿童，真侪拢是因为严重营养不良甲脱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加沙北部有将近1/3无够2岁儿童严重营养不良，人数是正月2倍。第4.5%的儿童因为营养无够严重散热，这嘛互儿童变甲真爱困，反应真慢。严重的时阵，毋但阻碍身体甲大脑发育，身体嘛会停止成长。到最后，甚至会关闭重要器官以外所有器官的功能，影响一世人的生活。联合国甲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制定的粮食安全阶段分类量表显示，加沙一半人口陷入灾难性的饥饿。若是无采取紧急行动，加沙的饥荒恐惊上万会伫5月底进前爆发。当然起，加沙的各国医生职工嘛伫19召开记者会，说明加沙暂时人道救援无够的状况。And I spent 2 weeks at Al-Aqsa Hospital. And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I wasn't remotely prepared for what I saw. I saw the most appalling atrocities, and I saw things that I never would have expected to have seen in any healthcare setting. 这医生表示，腹部儿童严重烧烫伤，所无止疼药啊，协助减轻伤患的痛苦。最后，这名儿童伫痛苦内底过身。还有急诊患者手术时阵，环境真垃圾，无法度消毒，无抗生素会当用。手术了后，阁无病床会当住院，空喙严重感染烂去，这状况让市民出现停战紧急性。不过，以色列政府伫19公布一段影片，讲到加沙北部的司法病院单死50多名巴勒斯坦的枪手，拘留180名武装分子的嫌疑犯，搁伫各种家具内底找到武器。总理纳坦雅胡伫同一天表示，就算美国反对，以色列有关会坚持攻击加沙的边境城市拉法，要彻底消灭哈马斯。国际新闻台上朋友。再来看巴黎奥运，佮差不多4个月就要开幕。国际奥会当时佮宣布讲，罗西亚、白罗斯遐用独立身份参加的运动员，拢袂使参加开幕的运动员进场。2024巴黎奥运都要伫7月26登场。国际奥会进前已经稳准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甲提供俄罗斯军事协助的白俄罗斯2国的中立运动员会当参加奥运竞赛。19个进一步表示，俄国甲白俄运动员袂当参加开幕仪式。AINs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the parade of delegations teams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since they are individual athletes. But an opportunity will be provided to them to experience the event. 这摆夏季奥运开幕式会伫巴黎塞纳河举行，各国代表队会坐船入场，有计吸引30万观众伫河岸顶欢迎。国际奥会强调，俄白2国运动员若要以当地身份参加，爱由国际奥会组成的3人小组进行2阶段严格审查，确认运动员毋捌支持俄国侵乌，也是甲俄国军事单位有所联系。目前估计有36名俄罗斯甲22名白俄罗斯运动员会当参加比赛，比顶届东京奥运俄罗斯运动员的人数只剩1/10。就算因会当顺利赢得比赛，受奖仪式也爱遵照特别规定。另外，敢是会当参加奥运闭幕仪式，也有待执委会讨论。
The anthem has no lyrics and has been produced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IN in Paris. The IOC-EB also agreed the medals won by the AIN would not be displayed on any NOC medal table. 另外一方面，乌克兰前线战术者力19伫乌克兰首都基辅一间教堂33名当地民众关怀予前线受伤的士兵，关怀量达95公升，估计会当挽救99条生命。尤其是东部战区的伤患。顶替俄罗斯宣布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小镇奥尔利夫卡，这是自俄军离会攻占乌东阿夫迪夫卡地区以来，各向西混大4公里。公司新闻neu编译。联合国2024年世界幸福报告，芬兰是连续7年摕冠军，佮也是丹麦、冰岛。今台湾是自2022年、2023年是退步5名，今年是排伫咧第31名。放眼整个亚洲，咱是敢若输新加坡，佮有阿富汗是因为战乱的关系，塔利班佮掌权，今年又搁是吊车尾。另外，调查报告嘛讲，台湾30岁以下少年人感觉上幸福，60岁以上的往往是因为经济因素，所以感觉无快乐。很幸福。没有很幸福。我幸福啊。讲到幸福，你会想到什么呢？不过依据无同的年龄族群，对幸福感觉的程度也无同款。目前现阶段没什么压力，爸妈都其实蛮年轻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小孩子要养育之类的。想做的事情，只要努力应该都做得到。然后生活空间还有教育方面，我感觉都还不错。丰衣足食吧，这个自由。就觉得钱变得比较薄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房价的问题也比较高。联合国所公布2024年世界幸福报告，芬兰连续第7年是上界幸福国家，再再来是丹麦、冰岛、瑞典也有以色列。若是以亚洲地区人均的国家来分析，新加坡全球排名第30名，却是亚洲国家内底上幸福第1名。台湾全球排名第31名，是亚洲第2名，比日本、韩国甲中国拢感觉较幸福。根据了解，这份幸福的报告是依据每一个人对幸福满意度的评估，人均国内生产毛额、社会支持度、自由度，也有健康有机的寿命，最后也有慷慨甲对贪腐认知的程度来做评比。在生活评价项目中，台湾30岁以下少年人幸福感觉上高，60岁以上的老人上无快乐。中高龄或高龄者，他因为有经济压力，他要续留职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感受到的就业歧视，职场的就业歧视就会越来越严重，那种感觉就会比较强烈哈。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会觉得另外一种职场被剥夺感，那当然就会影响他的幸福感。专家分析，就台湾社会的气氛，大部分尊重少年人的选择，加上父母支持经济来源，拢让少年人有幸福的感觉。那是50岁以上的族群，除了爱维持家己的生活，也会烦恼资助囝儿。在高不价时代，经济负担难免感觉真重。敢若就 GDP 的指标来评比，恐惊幸福指数就差真多咯。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来看日本三更，美国棒球大联盟伫咧南韩首尔的巨蛋，今仔日开幕战却受到炸弹威胁，讲要伤害奥塔尼小黑等的球车，这种部队入去敲，加在是无任何发现。朝鲜日报，中国的陝西鸟禽研究中心最近却尤其翕到内底员工摕钢推去拔鸟禽的事情，是引起众人愤慨。鸟禽研究中心也随公开会室咧。探视报道，英国剑桥大学公布一份考古报告，讲发现到3000年前车动啊时代的传统，无论是建设也是使用工具，拢非常发达，方号做是英国的庞贝城。《纽约时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批准德州的新移民法，针对非法移民，警方是有权直接逮捕，而且甲遣送返去墨西哥。不过，这嘛引起墨西哥政府的不满。最后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的俄亥俄州一个妇人去年为着家己要出去佚佗，放一岁查某囝留伫咧厝内10天，活饿死，判伊当时以谋杀罪甲判无期，不得假释。继续来看香港的立法会，昨通过香港基本法23条，那犯着叛乱罪，相当爱关1世人。当然，外国人、外国企业冇可能违法来被处分。在台香港人组织就表示，基本法23条通过了后，香港人打死都唔敢回去香港。
香港基本法23条通过，未来叛国、煽动叛乱、颠覆政府行为，拢可能会互人判关一世人。本身是律师，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认为，这代表香港更加无自由，也因为立法用词无明确，外国企业、民众也有危险。那些模糊字眼，什么叫罔顾国家安全？什么叫做虚假讯息？比方说，你一些上市公司有些公告，银行它会做一些公告嘛。那你如果说有中国的风险，虚假消息，那就一定是10年有期徒刑。在台湾生活的香港人团体香港编成成联讲，2003年香港政府又要批立这个法条，在迄当时阁有民主派主动，不过即摆阁通过基本法23条以后，因讲踮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已经唔敢登去香港。香港政府目前其实已经成为就是中国的一个傀儡，然后就是他们就是要想就是怎么操控香港的官员，要立什么法都可以，就是很短期内可以变到，而且如果是有家庭或者是比较多考虑的话，那可能就是会离开香港，因为其实他也会觉得，其实那个香港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由的香港了。在台湾的香港人团体表示，因会踮伫咧海外声援香港的民主，希望国际制裁无合理的立法，伊也拢希望看香港的咧台湾人爱愈珍惜民主自由。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讲到美国甲印度拢要禁用中国的TikTok，台湾敢要禁？作为部长唐凤嘛已经甲话讲明，讲 TikTok 就是有害产品。伊今仔嘛搁再表示，只要是公家机关、公家的场所，都会隆重禁用。今民间敢要禁，该中央来审议。TikTok 在美国面临铁来处境，台湾是不是也安尼做咧？数位部长唐凤19日立法院中质询讲，数位部送到行政院的交通安全法草案，甲美国众议院版本对境外敌对势力间接控制想法是完全同款的。它可以实质控制，不一定直接控制哦，有时候间接控制。不管它注册在哪里，我们都把它叫做危害国家交通安全产品，简称危害产品。所以 TikTok 现在就是危害产品。唐凤讲 ，TikTok 种就是危害产品。20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唐凤搁再访问到 TikTok 无伫台湾落地，台湾敢有可能禁止咧？那我们台湾没有办法禁吗？即使它没有在台湾落地，但是我们目前就已经按照儿少法，好，比方说中小学的校园等等，这个部分都已经做了限制哦，这些危害产品。所以即使是还没有落地，有一些措施我们可以先做。危害产品伫公部门甲公部门的场所已经禁用，民间是毋是禁用？行政院也需要审议。有学者讲，一般情况下，装 VPN 软体就法度连到国外上线，其实落地管制效果比直接禁用较好。有一些真的是红线来讲，我们当然是应该要把它阻绝掉。但是如果说是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那我会觉得说让它落地，然后我们要求它管制，让它下架。唐凤讲，内政部建议的打击诈骗的专法，一定规模的境外广告网络平台，未来必须落地。未来网络广告平台的机关是数位部，明显危害产品会由数位部来通知提来。伫台湾落地 ，Line、FB 甲 Google 已经沟通。TikTok 新加坡高层也伫个年前来台湾，甲数位部晤谈，来了解发展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美洲的厄瓜多、加拉巴哥群岛的海域已经列入保护区，是海洋生物的天堂。有真侪罕见的鱼仔伫遮自在生活。不过，伫咧保护区外口是有真侪掠鱼公司伫遮咧等做大生意。有科学家就呼吁，应该要扩大海洋保护区，保护遮的海洋生物潜水安全。规定真自在游来游去的沙鱼甲海龟。加拉巴哥群岛沿海200英里的保护区，因为不准掠鱼仔，各种海洋的生物才会当好好生态，是生物多样性上界丰富的保护区之一，有3000多个物种。绿色和平组织的海洋科学研究群最近伫当地调查海洋的生态，对象叫要绝种捕头鲨的动向。Estamos marcando con marcas satelitales y acústicas para saber cuál es el aporte a la naturaleza de estas especies, ¿no? Y de estas áreas de crianza de Galápagos. No solo estamos protegiendo Galápagos para los galapagueños, sino para el resto del Pacífico y, como ustedes saben, para el mundo. Entonces, esta especie que está súper amenazada, aquí tiene, digamos, un refugio para poder reproducirse. 海洋科学家讲，加拉巴哥海域是真罕见的鲨鱼天堂，不过只要离开保护区到国际海域，这种物种就清在去掠鱼仔的船掠去，了后甲鲨鱼的鱼翅挂落来，卖去亚洲国家。
If there are no protective measures outside of those areas, those species, they don't recognize, they don't understand political boundaries, so they're going to be moving between different territories, and that's when they're most at risk, particularly to things like industrial fishing and bycatch and other activities. 联合和平组织呼吁，加连个加拉巴哥海峡的公海嘛纳入保护区的范围。不过安尼做需要60个国家批准去年伫联合国通过的公海条约，目前敢若有2个国家同意。另外，科学家嘛希望讲会当像岛岛共款，甲无共保护区连接起来，确保海洋生物伫潜水的路线袂受到干扰。因为这嘛是加拉巴哥在地人的期待。 Que nosotros no vivimos netamente de la pesca, vivimos del turismo. Nosotros nos vale más las especies vivas nadando libremente en el agua que en un plato servir, en una mesa servir. 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继续来看2024年巴黎奥运7月就要开幕，巴黎的地铁即马有推出一款欢迎软体，要来帮助世界各地观光客会当随时来问路，免行伫咧地铁站内底找无路，坐唔到车。 2024巴黎奥运即月27日开幕，巴黎有计会有真侪来观光的游客。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游客，巴黎大众运输公司 RATP 开发一款即时翻译 APP， 互不晓讲法语的游客用去轻松向站务人员问路，家己自在去坐地铁。巴黎地铁有超过300个站，有一寡站名甚至连本地人拢歹找到。对着不晓法语的游客，问路更加是头家莫咧收。只有这款翻译 APP Tradivio， 用个及时甲语音输入，并且翻译真侪16种语言，像是英文、德文、意大利文等等。站务人员也会甲法文的回答翻译真侪旅客所使用的语言，互相好拢讲会通。 Alors avant, ce qu'on faisait nous, c'est que quand il y avait des personnes qui nous parlaient dans une langue qu'on ne comprenait pas, on prenait un plan, on gribouillait un peu avec des flèches. On suppose qu'ils arrivent à destination, on espère qu'ils arrivent à destination, même on est sûr qu'ils arrivent à destination. Avec Tradivia, on est sûr à 100% qu'ils ont bien reçu l'information, bien compris l'information, et c'est mieux pour nous, on a moins de stress, et pour le voyageur encore moins. 巴黎大众运输公司 RATP 已经有6000名地铁各站员工配备 Tradivio。RATP 讲，Google 翻译这同样软体有段时啊无法翻译出合理的地铁用语。这款应用程式专门为巴黎地铁来设计，对旅客较分袂清楚的各站站名、路线、甲无相票证、甲旅游票证类拢真熟。 It was almost perfect. There were some mistakes in terms of spelling, but maybe as you use it more, it will get perfected. But it was nice to use. 像巴黎大众运输公司先第3条城市路线启用 Tradivio， 在伫今年热天全线推行。月台上更加特别公布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这4种语言，并且伫奥运开幕前增加中文甲阿拉伯语。这摆巴黎奥运有计为巴黎甲周围地区带来1500万的游客。公司新闻江文编译。 今仔巴黎地铁是自1900年时就开始咧走，到达已经125年，有16条路线，超过300个车站，是巴黎上重要运输工具。不过老建设就一定会出现问题，亲像讲地铁站内底 PM2.5空气有粒啊污染，就比外口的车路顶搁较严重。官方是到达也咧想办法，要赶伫咧奥运开办进前赶紧解决。 车进站游客来来去去，都市无形生活高度靠大众运输。巴黎地铁是全球上老的5个地铁系统之一，逐工载客量有400万人次。不过真侪人拢唔知影，家己其实是伫咧有毒的环境当中。Vous sentez l'odeur là? Ça, c'est le métro, ça. Ça, il y en a un qui a freiné brutalement. 尤其伫地铁5号线周围是巴黎空气污染上严重的所在。研究单位甲非营利组织最近展开调查，发现车站内底 PM2.5是车站外口的2倍。 Le problème de Breguet-Sabin, c'est que le matériel roulant utilisé a une mauvaise particularité. Il y a un taux de frottement beaucoup trop fort entre les roues du métro et les rails, avec une usure vraiment prématurée des rails, et ceci va générer d'énormes quantités de particules très fines et ultra fines.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逐工空气当中的微粒啊 PM2.5应该比每立方公尺15微克较少。不过巴黎地铁两台列车同时进站的时阵，刷负70微克，可能诱发气骨喘或者是心血管疾病。意识到空污危害，巴黎地铁公司严密监测站内空气品质，各装300台真大抽风机，估算每台机器应减少5到6成空气污染。 Ces ventilateurs sont positionnés en interstation, entre deux stations. L'air pénètre par l'entrée de nos stations, circule au niveau de la station de la gare et ensuite est rejeté au niveau du tunnel, donc par des grilles de ventilation. 不过，专家认为地铁公司安装的设施无法度有效解决地铁空污的问题。这污染物若进入人体，对加造病毒加细菌的温床，地铁公司有必要为源头来解决问题。公司新闻杨冠平报。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